位乡亲高早，欢迎收看今仔日10月初3公司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疫情。咱国内昨昏是新增加43241个本土病例，阁有62个人患病死亡。那儿童重症已经有235例。昨昏阁加一个囡仔Miss 的个案。另外，最近有人讲手机有收到简讯，有收到信息，叫你去预约Moderna新配方的预防车。疫情指挥中心即马是表示，这是假消息，唔通阁传啊，嘛唔通哄骗去。新冠本土疫情持续欠悬，连续6天超过4万例。初2礼拜新增加43241个本土病例，全台湾也是以新北市8000外例上济，有12县市单日病例数超过1000，其中包括宜兰甲屏东这观光大县，中重症有164例，死亡有62例。今天新增的病例数较昨天多201例，增加约0.5%。那较上周日多4456例，增加约11.5%。在中重症方面，新增加一个儿童Miss 4个案，是11岁查甫囡仔，伊7月初8确诊，9月22日陆续出现发烧、头痛、镜头，25去急诊检查发现是凝血功能无正常，怀疑是Miss 4断院，后来再经过治疗了后，病况有较好，进前已经出院啊。儿童重症总共235例，包括脑炎31例、肺炎25例、心肌炎2例、败血症3例、笑吼11例。家中死亡8例 ，Miss C 有152例，共病3例，34例死亡。另外，刘文成感冒疫苗开始做的头一天，真侪人来做。礼拜六拢总有14外万人完成注射，比去年同期增加1成4。莫德纳次世代疫苗是注7516人。指挥中心提醒，最近流传不明简讯讲 COVID-19 次世代疫苗预约通知，要求民众爱伫3天内进行预约，这是假消息，请民众唔通阁转传甲散布。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10月13开始，咱要开放边境，入境台湾嘛唔免阁隔离，而且嘛会使出国去游览去佚佗。所以即马有真侪民众已经开始咧抢回程机票啊。严格因为国际能源起价，加上通货膨胀这因素，回程机票抑个饭店拢有变较贵。对团出国费用嘛有贵3成至6成，而且要取消注文规定嘛有变较严格，这些民众拢爱特别注意。边境特别开放，大便想要出国的民众少抢机票。不过国际能源大起，全球通货膨胀这个影响，也让航空交通运输的票价拢大幅度增加。各地的团费差不多比疫情前起3成至6成。另外，机票旅宿退改订规定嘛变严，亲像出发前若是感染，需要居家隔离，嘛都要按照定型化契约支付相关费用。以前可能会因为台风，可能会因为水灾，会因为下雪，现在多了一个可能会因为确诊，因为易染疫，然后你不去，最后还是回归到定型化契约书。10月13开始，入境就无需要居家隔离，嘛开放一般社会访问、观光旅游，同时解除禁团令，团客出外佚佗爱2天内快筛阳性都要通报，同团阴性的人会当继续旅游。不过，外界嘛烦恼自由行的旅客伫台湾期间，快验结果若是无追踪机制，恐惊造成防疫的漏洞。入境的旅客，如果说他的入境目的是以旅游为目的的，不管团客或自由行，如果你这个时候没有规范他必须要持有海外紧急医疗含 COVID 险，你会担心说他在他的国家可能已经可能染疫或什么原因，他还是上了飞机到我们台湾，一旦落地以后，如果我们无条件要帮他医疗的时候，那这时候会不会造成所谓道德风险的存在？洪主任认为，比较爱注意的也是旅客入来台湾，若是有镜头，一定爱快筛。不过，若是有镜头说是阴性，建议24点钟内爱去体检第2届。领队本身嘛爱有敏感度，并提醒咱的游客。拄到什么问题，爱安怎处理，避免互快筛煞变做一个名尔，无伫照做。记者综合报道。咱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各地拢是侪云到好天，天气较烧热，部分的山区过道会落地渐雨。若拜三开始，温度会小可下降，而且伫东北部嘛开始落雨。咱同齐来看温度。
气象局是表示，今仔日各地拢是好天，伫台东、恒春，甲有部分的山区，过道会落地渐雨。那今仔日的天气同款是较热，早暗的温差嘛较大，各地低温大约是25度至27度，那高温有33度至35度。其中大台北、嘉义、南投、甲台东是有机会升悬到36度。伫中昼左右，紫外线脉较强，可能会达到过量危险的级数。那拜二进前，天气拢真稳定，日时嘛是感觉较热。严过拜三开始，东北季风就会增强，所以天气会变较凉冷，水气嘛变较高，这方面的所在拢会较高落雨。来关心洪台伊恩扫过福州造成灾情，已经知影有66个人死亡，这是福州上界严重的洪台。州长是表示，当地网络即马也未通。SpaceX 的总裁马斯克已经有同意讲，伊要摕人造卫星来协助通信。那拜登政府嘛有答应讲，联邦政府会倒出钱来协助福州重建恢复家园。为空袭画面会当清楚看到厝、饭店、游泳池甲一条布花全部去互伊恩风台严重破坏，为厝顶无去啊，为一楼差不多冲失去，四界拢遭散规涂骹建筑残骸。上严重的佛罗里达西南部萨尼贝尔岛，因为连接美国本土的布花嘛冲毁，到今晚也无法度对外联络，救灾作业嘛真困难。June 1st, and I was down getting the house ready and everything, and here come the hurricane. And I had to evacuate and everything, and now I've lost everything. Everything, my life savings, everything, my tools, everything. 根据外国媒体报道，洪泰伊恩二八伫佛罗里达州登陆了后，至少造成66个人死亡，死亡人数可能还会千悬。福州州长德桑提斯表示，伊恩即届所带来大水、大规模破坏以及停电的灾情，是有史以来承受福州上严重的洪台之一。州内已经进行1100个救援任务。SpaceX 执行长马斯克同意提供成联互联网系统的人造卫星，协助解决对外通讯中断的问题。We're working with Elon Musk and Starlink satellite. So they're positioning those the Starlink satellites to provide good coverage in Southwest Florida and other affected areas. 根据美国气象部门的观测，伊恩虽然已经减弱为后热带气旋，但不过为了也有可能为东部沿海地区带来大水，拜登政府也承诺会动用联邦资金协助福州人修理毁损去的家园。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中国信托商业银行摕到第5届公益彩券发行权了后，伫顶礼拜因有对外公告电脑技术厂商的标案，即马是风声讲美国在台协会有官员专工去拜会主管彩券的财政部，佮小解一间有美商背景的公司，那财政部尾嘛甲这资料转互中信银，叫因摕去参考，引起质疑。来关心中国时报。受少子化影响，民国111年度征兵也有去做兵的人数只有118000多人，这是创下10年来新高。立法院的预算中心即马是建议讲，应该积极推动退伍的女性官兵进行教育调集训练，嘛爱提供友善的环境，让女性去参加军事教育调集训练。来看自由时报。国检署即马有针对大约1万个国中生、高中生进行青少年健康行为的调查。报告内底是指出，讲有1/4的国中生甲高中生伫过去一冬内捌认真想过自杀这件代志。专家即马是提醒讲，学校甲家庭拢爱投入搁较侪关心。来关心昨昏咱的海巡伫偏海海域发现不明的中国渔船，佮走过界，而且这只渔船讲唔听警告，随选去。落尾咱的海巡是挖进去上船顶船，甲强制甲船顶5个人带转来台湾。渔船顶头嘛有发现25公斤的鱼货，全部拢偏入去大海。海巡用感应系统随地发现一台无自名的中国渔船。伫平湖鸟市西滨海域掠鱼，伫知影有不明的中国渔船外界，海巡人员随出动展开行动。船老大，请立即停船！你已经进入我们24海里了，立即停船！
几多遍试喇叭放送警告，不过这只船若无停落，也阁加紧速度向前驶，但是速度比袂过海巡的船，和海巡艇立着。海巡人员正规套的防疫装备去伫船顶检查，发现船顶有5位船员，另外也阁发现石斑鱼等25公斤的鱼，全部直接现场拢等咧海。于猫屿的西方20.3海里处，发现一艘陆船，该艇遂采取强靠，将该陆船押返马公，依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留置调查。伫咧确定船顶无违禁品、甲牛肉、猪肉等制品了，海巡人员下昼4点多，先甲船押登去马警港调查。暗时5个人的 PCR 核酸检测结果拢出来啊，全部拢阴性。即马也搁伫咧进一步确认船员的身份。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加上先咱同齐来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从疫情爆发到今，目前全世界确定病例是已经超过6亿2千万例，死亡人数有超过655万人。咱来看详细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是新增加43307例，目前咱台湾这阵总病例数加强已经超过654万例。日本超过2000万例，韩国超过2400万例。那目前全世界的病例数上济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法国。美国超过9800万例，印度超过4400万例，法国超过3500万例，英国是超过2300万例。镜头来印尼发生严重的骹球比赛暴动，人打死人，结果有造成差不多125个人死亡，而且阁有323个人受伤。印尼的总统即马要求爱暂停所有的比赛，重新评估安全性了后才使举办。那国际骹球总会嘛要求爱交出报告。马朗市坎朱鲁汉体育场外口，有群众为暴动的吞塔事件死者哀悼。伫雅加达十纳园纪念体育馆，有几多百人点蜡烛、彩绘来悼念，有人大声喊响手。印尼警方随即为着要控制冲动的民众，向催泪加速，造成吞塔死伤。对现场损害正严重的车、砖啊、土架、茶壳、碎玻璃，就让这迄人阵正混乱。总统佐科威已经下令加州卡球联所有比赛暂停，进行调查。国际卡球总会正关心这件代志。伫咧安全条例内面有规定，管理人员或者是警方袂当用枪，或者是为着要控制民众使用烟器。当记者问对这种规定是毋是事先就了解，东爪哇警方无回应。有一位伫咧救人的医生讲，有一寡人是输袂着空气，脑受伤会喘。而且有囡仔死亡。The football world is in a state of shock following the tragic incidents that have taken place in Indonesia. This is a dark day for football and the tragedy beyond comprehension. Tadi pagi kita sudah menyampaikan laporannya karena FIFA memang minta untuk diberikan laporan. Ini kejadian yang sangat luar biasa. 印尼卡球总会正面临积极加调查，包括现场的安全、使用催泪ga水进行。国际地下组织批评当局的危案应用，认为为了要阻止群众步枪过度使用武力无道理。另外，这座体育场只敢容纳38000人，因讲门票煞卖42000张出去。印尼的人口2.75亿。民众正爱卡球，不过卡球落幕常常引发暴力冲突，警方用激烈的手段对付，也予人批评，同时也阻碍这项运动的发展。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在关心乌克兰进行者收复哈尔科夫，即马搁加顿内刺客一个重要的城市利曼嘛收回来啊！即马俄罗斯的军队伫土向逼讲爱撤离。俄罗斯甲俄罗斯关系真好的车车领袖，即马是呼吁普丁爱用核子武器，甲这场战争赢回来。徛伫顿内刺客的大城市利曼的入口，乌克兰士兵欢喜的旗国旗宣告收复利曼。1 жовтня розгортаємо наш державний прапор, встановлюємо на нашу землю Лиман. Це буде Україна. 俄罗斯借公投并吞乌东西州，无到一天，却一说受到乌军打击，互乌军收复重要的物流关键城市利曼，逼乌军必须爱为利曼撤离。На Краснолиманском направлении за сутки уничтожено более 200 украинских военнослужащих, 5 танков и 9 боевых машин пехоты.
Несмотря на понесенные потери, имея значительное превосходство в силах и средствах, противник ввел резервы и продолжил наступление на данном направлении. В связи с созданием угрозы окружения, союзные войска были отведены из населенного пункта Красный Лиман на более выгодные рубежи. 俄軍進駐利曼了後，閣到緊急外口拆除代表俄羅斯的標誌，離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接到消息了後，嘛真歡喜。They've used those routes to push men and material down to the south and to the west, and without those routes, it'll be more difficult. So this presents sort of a dilemma for the Russians going forward. 俄軍頂個月接比別提里哈爾科夫對俄軍閣一擺比別提里甲俄羅斯關係真好的車新領袖卡迪羅夫呼籲俄羅斯動用極動量的核武挽回戰況。只是週一，烏克蘭國家核電公司表示，扎波羅熱核電廠的廠長和俄羅斯巡邏隊驅離下落不明，引起外界煩惱廠長的人身安全甲核安的顧慮。嗰是新聞電視台朋友。繼續關心西非嘅國家布吉納法索是閣一擺傳出軍事政變，軍方嘅領導人對外宣告講，因為因嘅總統無在調去處理國內伊斯蘭叛亂分子，所以已經甲政權引導，嘛宣布因要無限期關邊境。這是布吉納法索佇今年1月份政變了後，今年第2屆發生軍事政變，這嘛造成要話200萬人有路無厝。抗議民眾一直向法國大使館等起舞彈，場面真混亂。西非國家布吉納法索閣一擺傳出軍事政變，各方媒體報道叛軍先佇首都外交杜古引起暴動，支持陸軍上尉佐爾的20名武裝軍人攏入獄。布吉納法索的國家電視台了後，用即賣政府無法度處理國內伊斯蘭叛亂分子做理由，推翻即賣軍政府，而且逼總統達米巴下台。Le lieutenant-colonel Paul-Henri Sandaogo Damiba se serait refusé au sein de la base française à Camouinsin, en mesure de planifier une contre-offensive afin de semer le trouble au sein de nos forces de défense et de sécurité. 首都的暴動嘛引起當地民眾驚嚇，街路陸續出現的特種部隊車隊，讓真濟民眾未回去厝，店家嘛陸續關門避難。Bon, bom ninki ton paka, winigam ya panique mane ne adam bisa umbura oramde la neba meng pa bank ki bar vien face on winite bum mane la yepora menga soda hale ba on pe on gilgara auto ye limbu da ti bum pa mane 這是布吉納法索今年1月政變了後第2屆發生軍事政變，左爾支持者認為法國大使館甲達米巴藏起來，組織到大使館外口抗議放火，對此法國外交部批評這款暴力行為。馬法新聞表示，法國大使館無接待過在1月20日政變時陣搶着政權的達米巴。在布吉納法索常常發生的政變，嘛讓將近200萬的民眾無厝通回去。各位新聞電視台朋友。來關心東北亞的局勢較緊張，美國、日本、澳洲的國防部長，即嘛是佇夏威夷舉辦會談，嘛有講到台海局勢。三個國家攏同意講要加強軍事合作，對抗中國勢力直頭擴大。另外，美國嘅台灣嘅國防工業會議嘛佇美國舉行，咱是希望講會當針對美國嘅新軍事政策和美國做交流。東北亞情勢緊張，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澳洲國防部長馬勒斯、日本防衛大臣濱田靖一初佇夏威夷舉行3方會談，三個人就俄烏戰爭、朝鮮半島也甲台海局勢進行討論。美日澳三國同意加強軍事合作，對抗中國佇印太地區的影響力。And our shared vision for a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region. But today, that vision is threatened by autocratic countries. We are deeply concerned by China's increasingly aggressive and bullying behavior in the Taiwan Strait and elsewhere in the region. As China is seeking to shape the world around it in a way that we've not seen before, we see great challenges for Australia and for our region in terms of upholding that rules-based order. 日本防衛大臣濱田靖一也表示，中國單方面以武力改變南海甲東海現狀，國際秩序的基礎遭受破壞。學者分析，以往攏是美日或者是美俄等雙邊部長會談，這屆美日俄三國防長共同開會，也是要宣示加強佇印太地區的防線甲安全保障。美國在太平洋這裡的這個海上的力量部署，
会将是协同日本跟澳洲为主要的盟友，来抑制中共的这个海上的扩张。美国防止中国伫太平洋的影响力，也积极提供对台协助。美台国防工业会议初二伫维吉尼亚州举行，国防部派军备副部长王信良参加。拜登政府有国防部甲国务院官员发表演讲，渴望就美国的新军事政策进行交流。记者综合报道。今日国际上还有甚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同齐来看世界。美国总统拜登上任了后，已经对外表讲过真侪解，讲准讲中国入侵台湾，美国会出兵保护台湾。美国国防部长接受媒体访问的时，伊是表示，美军随时做好保护家己利益，实现约定的准备。来关心北韩最近各下弹道飞弹，日本即嘛是表示，北韩未来有可能会进一步做出一寡起无空的行为，包括核子测试。来关心俄罗斯总统普廷伫顶个月有放调讲要用核子武器，有新闻即马就报讲美国因应核子威胁，有可能会提出斩首计划暗杀普廷。来关心台北市长的选战，镜头转来咱国内。以前指挥中心的指挥官王必胜有专工去陈时中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去徛台，即马互国民党批评讲，以前指挥中心袂输已经变做陈时中第二个竞选总部。那陈时中是回应讲，因敢若因过拢是同事，即马是已经无牵连啊。另外有风声讲周玉蔻的代志拖累陈时中的选情，即马出现弃保的讲法。无党籍黄珊珊是表示，选民应该放弃嘴软，放弃压力，要保就保伊。民进党四大天王共台替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陈时中辅选徛台，陈时中初一成立竞选总部，除了蔡英文总统等民进党的天王到场，指挥官王必胜嘛出来挺伊，去互拿赢这个指挥中心变做第二个竞选总部。没有这样的事情吧？我竞选就我在竞选，那指挥中心就有指挥中心的任务，我们互不隶属。好，那我们曾经是好同事，好，但现在各司其责。陈时中表示，伊甲指挥官互相无交叉，老朋友斗鼓励这是应该。传出媒体人周玉蔻的风波，拖累到陈时中的选情，也产生弃弹保黄的气氛。每天讲弃保，其实就是都把低估了人民的智慧。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弃口水、弃蓝绿，那就保护黄珊珊吧。不管是弃橙保黄或弃黄保橙，这都是绿白之间的算计。其实我就是持续的行走基层。周万安呼吁民众唔免为了政党利益伫咧暗算，坚定支持伊。阿娘黄珊珊初一替时力候选人陈志明徛台，隔工为主题兵陈佑成徛台，互人问起着是毋是烦恼第三势力合作，互相分票。黄珊珊是讲，议员是多少处，希望更较侪优秀的候选人进入议会。记者综合报道。那台北市的宽南市场伫昨暗是举办打赏的联谊暗会，周万安、陈时中、黄珊珊拢有到位，食到食到一半，传出有人昏去，那亲像是因为心梗塌、无喘气、无心跳，送病院了后也是不幸死亡。昨暗的联谊暗会有开500桌，真侪政治人物拢有到位。伫暗时8点左右，传出有人那亲像是心梗塌、无喘气、无心跳，现场有护理师接召的华冈里里长参选人。洪家军随替伊急救做 CPR， 伫现场有恢复心跳，赶紧用救护车送去病院，不过落尾也是不幸过亡。继续关心新北市的选战，即马新北市嘛结合台北市的选情咧拼。民进党的主席蔡英文昨昏去参加林佳龙后援会的成立大会，嘛和陈时中做伙徛台。也那国民党这边，周万安是专工去向争取连任的新北市长侯友宜请教政策。侯友宜有强调讲，湘北就爱同齐变好，做伙进步。蔡英文总统看到湘北市长参选人林佳龙甲陈时中的手大发动选，八天8日支持林佳龙后援会成立大会，七日下晡伫土城来登场。蔡英文总统出现来支持，发出湘北联合作战。我们首都圈就是双北双箭头，双边都有沟通的小组，隔2天也会公布第一个共同政见，敬请期待。
林佳龙是对乡对手，就是争取连任的新北市长侯友宜，希望侯友宜是手势牙关，卖封杀大型的场地组织，可以会使举办黄金周的造势。除了蔡英文徛台来加持，行政院长苏贞昌早起也陪同林佳龙拜庙。另外，争取连任的新北市长侯友宜拜六跨区到台北市为参选人来徛台。隔天礼拜，国民党台北市长参选人蒋万安率领议会党团到新北向侯友宜来请益。侯友宜这摆强调，湘北强赢甲强好，交互到更加进步。盖一个卢社大桥，期待万安当市长也能够快速开发社子岛，让我们两市都能共荣共好。做主人的侯友宜详细甲蒋万安来分享有哪尊重为案，提出赶紧兴建连接湘北的路社大桥的政见，并且讲双方已经开始合作市政环境。国民党甲民进党拢拍出湘北联合作战，进入互相相拼意味。记者综合报道。若新竹市的选择嘛是热扑扑，即马就有风声讲，民进党的参选人辛惠虹，北韩台北市长郭文哲见面，要接台北市政府的参事，要去台北市政府做工课。也毋过辛惠虹的团队批评这是甲作恶，要求高虹安爱回实的。那郭文哲有回应讲，这应该是民进党的郭建明压出来的，甲高虹安无关系。新加民进党主席的台北市长郭文哲，甲无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黄珊珊，初日出席市原参选人竞选总部成立活动。高调比例岛电子部董事长吴祖嘉讲，民进党新竹市长参选人辛惠虹伫今年初有随郭文哲讲台北市府参事这个职务。也过郭文哲讲，这个代志真正讲出来人是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总调郭建明。那个是吴子嘉爆料，又不是高虹安爆料，而且要怪就会怪老柯了。你看我们都不管是我跟黄珊珊两个都没有讲，是老柯自己爆料的，还怪别人。郭文哲讲，家己确实有甲辛惠虹来见面，不过当时对方也无要参加选举，伊只是问一个新的概况，其他详细情形，若辛惠虹无讲，伊也无必要来公布。也不过辛惠虹批评是抹黑，要求高虹安爱黑实力。高虹安利用吴子嘉这一类的名嘴打手去创造新闻跟谣言，这就是民众党一惯用的造谣。有时候你知道，在政坛里面不努力的时候，也是十之八九，有时候会去南寮看台。高虹安是无正面来回应，而国民党新竹市长参选人林经林下晡伫国民党秘书长黄建庭的陪同下继续拜票行程。伊讲郭文哲甲辛惠虹会面，伊感觉意外。沈惠虹从很早以前心就不在新竹市，早就是骑驴找马的绿白河。林经林强调，家己是3位参选人内底真正生活伫新竹的人。而三强对立的局面也互新竹市的选情是清悬。国民党甲民进党的攻防是相当激烈。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继续关心918大地震了后，花莲有51间学校因为地震受损害，损失超过8400万。其中花莲的富里乡的东里国小、东里国中、富北国中，真侪教室即嘛拢爱卡掉，拢爱开大条的来定起，也毋过钱要对倒来是大问题。这是花莲富里乡的东里国中，加入去学校，就会当随看到规排的教室。地震了后，教室的壁是拢闭起，涂骹真侪所在嘛铺起来，窗仔门嘛变形。上较严重的是规排教室拢向西边起去，都惊唔知当时会向规倒去。2层楼的建物底下已经有倾斜的状态了哈。那在厕所进去的部分，墙面跟地砖也都碎裂。附近的东里国小甲富北国中的情形嘛真严重，教室甲宿舍经过鉴定了后，拢互开红单都爱拆除。不过爱开遮尔大条的经费，唔知爱对倒位来。即嘛，敢若会当先报请管府，针对较细条会当修理的先处理。县府那边同意我们就是有立即性、危险性的授权给校长，就是说小额的就直接处理了，大额的就是需要请示一下县府那边。目前报上去是请建筑师跟专业人来建，钱的部分请专业人在核定，那应该这2天就会出来。关府教育处统计，受到918大地震的影响，南区的国中、国校啊，拢总有51间有提报灾损。其中富里乡的东里国中甲东里国小，还有富北国中是上较严重。另外，玉里镇的春日国小、江埔国小甲德武德顶的国校啊，
嘛有云端等等的灾损，总金额还伫咧持续累积当中。那目前51所学校所提报的灾损，总共有8400多万。那其中设备费的部分有1200多万，针对小额还有紧急修复的部分呢，就请校长立即的修复跟购置。那目前经费呢也已经核定。官府强调讲，受损的教室，官府会负责拆除，已经协调组织基金会甲台积电来到3共中建。初3、8、1开校了后，各间学校拢会恢复实体上课。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台北市的民生西路一栋60年的旧厝，伫昨昏尾暗暝发生暗门土落落来，去撼到过路人的意外，造成一个姓林的过路人头壳受伤，流血流地。经警方深入了解，掉落水泥砖的物理长达60年之久。警方除了立即将现场封锁，避免再伤及其他人之外，并且协助将受伤的林姓女子送往马偕医院救治。这是发生伫礼拜日下晡5点多，台北市民生西路大球场附近，几若台车在当车红灯，路边这栋有60年历史的旧厝，外壁暗门土汹涌全落落来，有一个过路人34岁姓林的小姐头壳去互水泥暗门土去撼到受伤。警方即嘛是依照过失伤害罪，甲姓李的厝主3法办，即嘛要求厝主要赶紧修理，唔通阁发生。来关心台南传出有人啉烧酒赛车去弄着人的意外，若涉嫌啉烧酒赛车的这个姓陈的查甫人，伊唔若无甲受伤的人赶紧送病院，佮登去现场，确认讲看讲这个伤者敢有过身。另外伫高雄，毛发生一则无驾照佮啉烧酒赛车的车祸，加在受伤的拢敢若是轻伤。救护车赶紧甲受伤的老阿伯送病院急救，不过因为伤了伤严重，也是不幸过往。这个事故发生伫礼拜六饭店过半暝点外，一个姓陈的查甫人食酒了后塞车，甲要行路转去厝邻70多岁姓刘的老阿伯落死，伊毋若车房来逃走，佮叫伊的女员工来甲伊载，而且佮转去案发现场2摆，确认这个受伤的人敢是已经死啊。警方伫透早3点外甲伊逮捕，酒测值是0.16毫克，明显超过标准。他就在路口而已他就是要走回来家里面这里。因肇事车辆及驾驶皆不在现场，经远警扩大调查，半小时内在附近黄昏市场发现肇事自小货车，为人不见驾驶踪迹。经警方调阅监视器，3时35分在安南区生态街查获驾驶人陈姓男子。因若伫高雄市林雅区，初二透早3点外，嘛发生一个食酒赛车的交通事件。一个姓王的查甫人无照驾驶，食酒了后赛车，家己启动路口的交通号志，还佫有带电的变电箱。加在这个查甫人甲车底2个朋友拢敢若轻伤尔。警方会以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来甲伊裁罚。王男呼气酒测值超标，讯后依公共危险罪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汽车驾驶人未领有汽车驾照，驾驶小型车，处新台币6000元以上12000以下罚款。警方强调讲，食酒赛车会严重影响行车的安全，呼吁民众食酒了后，唔通贪一时的方便佮赛车，避免害人佮害己。记者综合报道。10月7日，台湾设计展就伫要伫高雄起股，有一寡设计卫生开放。拜六的时，一天就请超过10万人去参观去看。若高雄的轻便铁路第2阶段施工的几站，嘛因为设计展的关系，10月7日会先试行。22个火龟摆伫做圆形，对天拍光束，光束甲音乐伫高雄的夜空展现。高雄设计中岛夜间展出的设计惊天公祭典演，头一个礼拜六就吸引真侪民众来看。就是找一些艺术的灵感，这样蛮多东西的，这样逛一圈也不会很无聊。民众今日要冲玩气球的展区，体验海洋生活气候塑胶包围的感觉。初日伫高雄举行的台湾设计展，礼拜5大型开放，放来上港区的设计中岛，真侪设计师以平民互动体验等展现设计理念。
从经济中岛转换成设计中岛，那带来相当多的一些设计的展演活动。那昨天算是展览的中岛的第一天开放，我们第一天就涌入了超过10万人次。看人家分享，就是蛮多外地游客会过来参观的，觉得高雄这样一直持续在进步，这样很棒。为爱河圣水区到世界中岛，高雄下半年大型展演真济，轻铁台铁美术馆站到台铁爱河之心站，因应台湾世界展提早伫初5起营运。其中挖进来为艺术中心站，由雨伞树形成的绿色隧道，亲像龙猫隧道，后面将拢停落来翕相留念。整个环境就变得更好，对。然后就想说带小孩出来溜溜。国外旅游特别解封，高雄以一系列活动要来抢一个观光机会，希望用大型活动延续国内旅游的热度，对高雄观光捷运、轻铁交通运量拢带来加成的效果。记者综合报道。文化新眼界，咱来去台南。台南家己的宋江镇是宋江武电系统真重要的镇头之一。为着要传承地方的文化，当年拢会举办野队，让学生囡仔去认捌在地文化。一群囡仔暗时啊伫庙埕练阵头，这是台南家里的九龙殿。庙方逐年拢会甲政府请计划办野队，希望甲地方重要的文化宋江镇传承落去。这边较早人。较农民社会有较好叫人，但是到这个时阵已经少子化呀，对这上岗人员的栽培足歹栽培，所以阮怎自伫头伫3、4当前开始来用这种将小朋友的夏令营，我呢人来捌这个咱的传统文化。南市九龙殿宋江镇属于黄卡根系统，是西港乡、小人乡真重要的武殿镇头之一。当地时代讲，较早祖先来台湾会组织练武，保护庄头。尾啊，宋江镇传入台湾，南市庄为着要甲庙会新明斗闹热，自西元1743年清朝时阵成立高大，历史久长。政府多加补助，社会人士也多加的支持，让我们九龙殿的宋江镇可以发扬光大。就是孩子带过来之后，他们也愿意留在这边观看孩子学习的过程。那也慢慢知道说师傅们在带。学员的一个状况，孩子先带过来学完之后，他们觉得好像蛮好玩的，然后也加入我们。即阵因应现代社会发展，九龙殿宋江镇嘛开始转型并传承，要推广在地文化。逐年热人办理野队，拢会写侪学生报名，大家愿意用下课时间练宋江镇，甚至嘛有家长会对来参加。记者综合报道。那咱台湾原住民的赤面文明这个文化，因为部落的老人过身了后，即马渐渐已经拢要伫咧墓地看。为着要传承这个文化，最近这几冬有一寡少年族人愿意伫面顶头赤家族的标志。毋过要赤面的文明，是要先经过部落时代认同甲同意，嘛毋是清清彩彩想要赤就会当赤。11年前。为着甲台湾原住民族有赤面文化的老大人组织做伙，在鲁古国家公园3月村，特别邀请6个伫咧全台湾各地有赤面的聚会人来遮聚会。不过，即马老大人愈来愈少，少年的族人对家己的文化已经产生危机感。印第安人就问我说：“你们部落的文面目前有几个人？”我说：“还有4个。”就是跟我讲说，如果这4个人都走了，你们的文化就没有了。赤面是台湾原住民族的传统文化，无共族群有无共赤的形体。一般来讲，出世会当赤伫头壳遐，会晓织布的妇人人会当赤伫喙皮，会晓拍蜡的查甫人会赤伫下骸，这是祖先传落来的风俗。不过现此时族人若是要赤面，实际生活当中加减会拄到别人无共款的眼光。那时候我们在外面工作，一闻上去，大家就会对我们指指点点，那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说，你心智不够强壮的话，很容易被他们影响到。很多不了解的人，尤其是看了你为什么这样，都难看。你看是不是他们都有问题？这个参加赤面传承活动的族人，台亚的有6个，德鲁古的有5个，赛德克族有2个，其中2个是女性，拢总有13个人愿意传承传统赤面的文化。我们需要帮忙的地方就是还蛮多的，就是能够说让我们的文化能够复振起来，一直这样传承下去。部落的头人强调讲，赤面都要遵守祖灵的戒律，包括品德操守，得到老大人认同等等了后，才会当进行。其实就是现代所讲的品德教育。希望各界若是拄到有赤面的族人，会当以平常心来看待，而且尊重无共的文化。记者综合报道。那伫屏东来义乡一寡较偏远的所在，因为
在境内拢是山，受地形的限制，长期拢无公共运输。一寡学生囡仔要去读册，拢真无方便。加在即马公所有争取一帮在读册的巴士，解决这学生囡仔去读册交通的问题。巴士伫放学时间驶入学校，囡仔排队就车要登去处理。因是屏东来屿国小的学生，屏东来屿是山地原住民乡，乡里有几若粒山，地头行交通无利便，尤其是大丹拿部落无公车，囡仔要读册介无方便。因为我们现在来屿国小住在丹岭的小朋友大概有20位左右，那么没有交通车，所以呢，过去都是有家长呢上班之前就要先送小朋友，所以去年我们向公路总局来争取这一步小巴就是要解决接送上下学的这个困难。家长有在工作当中必须要配合学生的上放学时间做调整，以至于说就是造成很多的不方便。2009年800风灾升等南台湾，政府有补助顶建，不过因为大丹拿部落不是灾区，无经费通领。加在有公所、县府等单位斗争取，即马有一台就学巴士解决困境。我想，对于大丹岭到来屿国小的学生的上学跟放学的相关的一个就学，会提供非常大的一个好交通的便利。也希望家长能够很放心的来善用这条的就学路线，让学生在整个的就学的部分能够安全又便利。这就学巴士毋若载囡仔上下课，目前其他的时间嘛规划配合乡里的长照幸福巴士资源应用，希望会当解决居民就学、就医等等的需求，提升部落生活品质。记者综合报道。伫室内，不管是厝内还是办公厅，放一寡青色的食物，拢会当互人的心情变个较好。也毋过有真侪人袂晓顾，若是种无水、种无好，就偏调顾换新的，安尼实在是真拍算。有农民即摆就分享顾食物的撇步，若是好好顾，一丛会当种真久。一丛一丛青润润的食物，叶仔形体有真侪变化。除了外观，来用手摸，有的摸起来粗粗，就亲像沙纸。有的是亲像绒啊布共款，形态、颜色到不同的形状，像是龟背芋里面有洞洞。除此之外，就是有一些植物它的触感很特别，比如说像是耧梯草，耧梯草它叶片就有像沙子一般。那另外一块就是有一些植物，它背后有一些丝绒质感。少年农民单条轮因为介意这款观叶食物，决定对台北搬到埔里。因为推广这项产业的效果真好，今年佫得到农委会8大青龙的肯定。因为这款观叶食物会当种伫咧室内，侪民众拢会伫咧桌顶，也是窗仔边放几盆啊看水。不过单条论讲，虽然观叶食物好种，不过要顾好水是无遐尼简单，空气甲湿度拢有一定的要求。植物它不喜欢单独摆放，比如说我今天觉得我的茶几很漂亮，就放一棵植物，或是我书桌想放一棵就放一棵，这样是蛮不好的。它最喜欢是在75到85，如果可以控制在这个位置的话，它叶子就会边缘比较不会有咖啡焦枯的样子。这几年因为疫情的关系，侪人踮伫厝里的时间变长，就开始种花草小偷秋分，互观叶食物受到关注。单条轮真欢喜，愈来愈侪人熟悉这个产业。不过，望民众会当学晓安怎照顾，互观叶食物的性命更靠价值。记者综合报道。生活消息来关心，今年台湾国际农机展伫嘉义县举办，国内外有500间业者摆千外担，专工来向农民推广智慧科技做农的技术。鸡寮内底有机器人咧巡逻，随时注意鸡仔的状况。边仔智慧渔业养殖，嘛有小概会当责任检查设备。2022年台湾国际农机展10月初1到初3，伫嘉义县政府头前的广场举办。这个农机站对咱农民会使吸收新的这个知识、新的科技，运用伫咧咱的迄个做实顶款。这个展览有国内外500间业者共同参与展出，是今年全国上大场的农机展。嘉义县嘛专工设置智慧农业专区，向民众展示科技伫农业的运用。那去挑选出来是对渔民最适用的，那以及在整个包括我们所谓的节能、省工、省电这一方面，都可以达到最大效益的这一些东西，我们都把它结合串联起来。主办单位台湾农机工业同业工会表示，这届有6大区的展览，阁有相关的课程，
本嘉南的农民唔免阁坐车去到北部，对南部农业环境的提升会带来正大的帮助。记者林伟霆家己报道。那咱台湾老人人口的比例是愈来愈高。2026年，咱台湾就有可能会成做一个超高龄的社会。即马伫台北华山文创园区，嘛有举办一个展览，咧分享食老退休了后的生活会当生啥款，咱同齐来看。人生70才开始，你的退休生活应该先做啥款？有人会参加公园的运动社团，有人会招朋友同齐做餐，种一寡青菜果子，参大家分享。这番薯啊，这真正有机的，我种的咧，足好食咧。老人人口愈来愈侪，台湾嘛已经进入高龄社会。卫福部统计，一直到今年8月份为止，台湾的老人人口占总人口的17.27%。2026年，老人人口的比率已经超过20%，一直到2036年，甚至会来到28%，要活总人口的1/3。我们也希望能够让大家一起来认识。老化这件事怎么样去面对这样的一个高龄社会？要安怎让老年生活变加精彩？行政院政务委员林万益鼓励老大人行出去，参加一寡无同款的活动。长者其实是需要自己来维持自己的健康，自己来享受自己的独立自主的生活，然后自己有足够的勇气可以参与社会各种活动。退休有退无休，无论是出门运动、种菜，也是找少年人拍电动。人生的后半段，毋是像古早时阵的老人，规工伫厝顾门，电都爱好好规划，互食老了后的生活更加趣味。记者麦上印曾派文台北报道。体坛大车拼来看好消息，咱台湾的体操选手伫匈牙利参加世界杯挑战赛，团转来好成绩。跳马选手詹伟成摕到金牌，那鞍马选手肖友仁虽讲伊的脚有受伤，还未完全好，不过伊嘛有摕到银牌。咱来看体育新闻的整理报道。现场演奏咱国旗歌，大荧幕顶头咱国国旗慢慢升起哩。中华队体操选手伫匈牙利的世界杯挑战赛桑波特哈有好成绩。跳马的张伟成伫咧决赛14.599分摕到金牌。另外，阿马选手肖友莲虽然脚后跟的背伤也无完全好，不过伫咧决赛伊愿以14.566分摕到银牌，连续2站拢摕牌。对手会球出界，台湾桌球女子选手陈思虎伫咧五局大战，惊险的以3-2赢，摕到第1点。伫中国成都举行的2022桌球团体世锦赛，咱国女子队小组赛第2场对罗马尼亚，是这个小组的关键对决。不过所来第2战，和对手连续摕3盘输球。附加赛第1遍参加世锦赛李玉纯表现袂歹，摕到第3点。关键的第4局，两队拢派世界排名上悬的选手对决，但师傅甲对手战到第5局，才11-6赢。帮助中华队以3-1摕到胜利，小组赛2连胜，确定会当以分组第1名晋级16强。The 0-1. Albert lifts it in the air out to center. Going back, Reynolds at the wall. He's done it. He's done it. His final regular season home game, number 702. 圣路易红雀42岁普豪斯，这季结束就要退休，愈活要啊愈拍愈顺。那达到伊个人700支轰软的里程碑，伫主场最后一场例行赛，普豪斯攻出第727支轰软，累积2214分的打点，力变棒球之神贝比鲁斯的纪录，并列史上第2。另外，洛杉矶道奇找你搁再赢球，摕到这季第110胜的胜利。道奇真做大联盟史上第7支达到单季110胜的球队。也是1909年海造了，个人100多年来第1支单季110胜的球队。记者综合报道。囡仔歹喙到惊食，敢是天生自然的？英国即马就有一项上新的研究，发现红婴仔嘛是会惊食的，而且是伫妈妈的腹肚底就开始惊食。研究人员是透过4D 的超音波，头摆发现伫妈妈的子宫内底，这红婴仔对食到的物件反应无同。若是食到甜甜的，囡仔会笑；若食到苦苦的，就会闭喙。真侪婴仔妈妈拢会记得有新的时阵食什么物件会互腹肚内底的囡仔欢喜。Sugary, but more savoury with like chicken flavoured things. Yeah. No, yeah, it was instantly. Yeah, so you would feel them kick a lot more when you would eat these foods. Yeah.
英国多伦大学一项研究，婴仔伫妈妈子宫内底食物件理论。研究人员针对100个18到40岁有生的妇人人，伫有生第32礼拜到36礼拜做实验，分看白食400毫克真正或者是有乙橄榄菜等2种食物的芥末粿。佮用4D 超音波观察囡仔表情，结果发现，妈妈食隐忍了后出现甜甜的笑容比例较悬，食有乙橄榄菜时阵，伊也出现无欢喜的表情。过去研究已经发现，婴仔伫有生的中期，都会发展出味觉甲嗅觉，用透过嘴皮感受妈妈食的食物的气味。这个实验是第一摆伫囡仔出世之前，就看到因对无共款味的反应。研究人员佫认为，有生的妇人人食的物件可能影响婴仔出世了后的口味，佫对因的饮食习惯产生影响。When they're actually encountering different types of vegetables, green vegetables especially. And if they have had the taste already before, they get used to it, and then afterwards there won't be a problem of eating it, you see, and they might even prefer it. And that's our hope. 毋过大人囡仔口味拢是会改变的，袂少妈妈发现囡仔介意的食物，年岁大也发生变化。They all like fruit. They're good eaters of fruit. My oldest daughter, with age, is becoming a bit fussy. She doesn't like meats and things like that. But I've always eaten meat, so I don't think that's come from there. When they were babies, when we were weaning them, we gave them lots of different varieties of stuff that I'd had when I was pregnant, and they ate it okay. And now they're making their own minds up that they don't like it. 规进一步了解人类嗅觉味觉发展，研究人员搁咧做一项后续研究，会对同这100名生落来囡仔了解因伫子宫内底体验到的味，是毋是影响因大汉了后介意的食物，或者是对无共款食物的接受度。公视新闻是会中朋友。来关心今日国地台温度，北部的温度上加25度，上悬有35度。中部的温度上加25度，上悬35度。南部的温度上加25度，上悬34度。东部的温度上加25度，上悬31度。外岛是26度至33度。感谢乡亲收看，祝您平安顺心，但再会。